大家好，我是湘婷。俩下我哋要坐国内嘅飞行机，对首都 Oslo 比500公里，去到挪威西部太省 Bergen。对飞行机上看到遐弯嘅样嘅，大家是唔是老眼强用？对做一只西部遐弯門戶嘅 Bergen 充滿期待呢。不過Bergen 咩本人偏做異度，希望下後幾日，呢條阿公會來老眼聽書哦。你有看到曹本义跟你跳冇？两个还被跟人记得开玩笑嘅打招呼，因为两边200人都伫个錄音呢。都我是錄來嘅貝爾根，感覺係似冇強用嘅，不過到底係乜嘅冇強用哦？等一下聽聽嗌強下來去看哦。喺挪威第2大省嘅 Bergen， 三片都本身微電咧，不過因為喺啲遐灣口，變做西部挪威連接世界嘅大門。hand卡處理挪威差唔多50嘅貨，除咗商業發通發達 ，Bergen 啊咩因為歷史悠久咧，本人係做遐灣島嘅民族，等下就聽聽外地嘅鄉親來認識一隻城市咯。義娟，嗨，拍攝我擬定一條下定按顧，兩下嘅天使老外啲樹紅看到嘅完全冇強，因為大家都在看到義娟她穿的是短袖，條下我出門嘅時間，我還想說底部要穿長袖，不過兩下看到她穿短袖。對啊，因為我們今天真的太幸運了。其實，在你們來之前，整個禮拜都是在下雨的。那下雨對我們來說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這種天氣反而是叫反常，所以我們真的太幸運了。一般5月的話，其實還是有可能下雪的。那就是因為很少有這種機會，所以大家都出來曬太陽。我條海岸用韓國來看到兩邊就是建築物新舊融合都在這裡。對，兩邊黑馬該所猜啊。這邊是一個就是公共廣場，市中心的公共廣場，政府辦活動啊，還是什麼的都會在這裡。還有我條海岸用看，一看就看到被這個就是吸引住了。它這個只是展現它那個水手的海上生態這樣子。嗰時候根本你就會帶我到去來認識貝爾根咯。啲台北泰嘅義娟羅服啲條款，老挪威嘅老公啲奧地利戀愛結婚，7年前搬轉 Bergen， 禮拜味道嗌定多來，喺啲 Bergen 愛到嘅義娟，還特別坐船嚟來到市區。人講話山意思山，話海意思海 ，Bergen 嘅魚市場做得講係當有名。等下嗌定就到當地嘅魚市場來望一下，感受漢陽泰國嘅飲食魅力咯。這邊是我們 Bergen 的魚市場，就是每年的6月開始，7月、8月是最旺的時候，因為旅遊觀光客最多，算是 Bergen 著名的這個景點這樣子。看到一個，大家來看一下那個 ，Oh my god，一盤這個要300年哦。對啊，都是一樣的東西，但是價錢差很多。因為這邊是觀光客來的地方，所以物價是會比較貴。那我們通常啊，我們自己家庭主婦是不會來這裡買的，因為我們都會到超市去買。對。我哋看這邊挪威的特產。Could you tell us what this is? In Chinese, haiman. 海鳗魚。Oh. In English, eel. Eel. Oh yeah. You can try. A lot of fishes are smoked here in Norway, right? It's typical. 好油脂好高哦，看一下，看一下那個手指頭在反光哎。然後燻鮭魚。這邊全部都會鮭魚嗎？這個是燻過的燻鮭魚，然後這個是生的，但是它只是浸泡在那個烈酒裡面，然後加上一些香料，但是大部分是買這種普通的啦。Can we try a bit? Wow， 很肥厚的感覺。因為現在大部分的那個鮭魚都是養殖的，那這個很大是野生的。它不會，你剛說不會很腥。不會，那鹹度也剛好。這好吃哦。很好吃。那你們平常時會怎麼吃這個東西啊？用那個蝦魚蔥炒蛋，然後鋪在麵包上，然後再把燻鮭魚鋪在蛋上。哦，對，當很像 tapas 那種感覺。對對。還有兩個，大家看到一個感覺青皮怪，立馬該有東西糊糊嘅。這看起來像肉類，對不對？其實它是魚，它是金魚。金魚。金魚肉，對對。所以啲兩位是
金鱼肉是周的给，对，金鱼肉是合法的，它有限数量的，就是你不可以把它全部都捕完，就是你一定要让它有一点，然后可以再繁殖这样子。但是这争议很大啦，有些人认为是根本就不应该捕，对，那有些人觉得反正你又不是全部都抓光这样子，对啊，所以它这个争议性蛮大的。为了维京土船条嘅鱼市场，第13世紀開始就是打魚嘅人，然後做生意嘅人做生意嘅所在。喺呢位啊，你就得看到食到青菜體嘅農業食物，閒卡冇需要擔心庫存唔拉，因為隨行唔用現錢嘅農業，連魚市場都做得縮卡來買哦。體驗過挪威嘅海產美食，等下就聽聽義軍做討論，轉到導航做客咯。兄，你住在外島，叫什麼名字啊？叫 Askøy。對，你平常可以用的來到市區嘅啊？以前還沒有駕照的時候是坐巴士還是船？船跟巴士都可以到。船的話是比較快，就15分鐘，但是巴士的話就是要繞一下，就比較久，40分鐘吧。應該按用看了一下。愛幹過啊，就是我愛去搞個畫面是很像樂高樂園，然後小人國就是山高高的，然後房子地上面，然後車子少少，然後回個速度才慢慢，然後人也是稀疏，還可以愛個畫面啦。對，這個島上其實說大不大啦，大概就是2萬人左右。2萬人？對。但是因為島比較長，所以可能大家都住得比較散。我車就停在這，我們可以繞一下，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好，那我哋就等義軍給查了，看一下這個小人國上到乜嘅用誒。來到離 Bergen 市區坐船嘅15分鐘嘅 Askøy 島，真見有一種來到仙境、本人恬靜舒爽嘅感覺。寒假見本日係好天時，我哋行咗定遠遠就看到對面嘅 Bergen 市區。唔過對平均1平方公里含唔到20嘅海島生活，步調比起市區還卡慢，還卡自在，也對本台灣來嘅人，一下有一點的難適應呢。以台灣人的耐心在這裡開車的感受嗎？非常的有耐心。這邊開車的話，因為就是如果說你違規，你的罰金就是非常的貴，然後那有可能就是會失去駕照，那考駕照的費用又更為驚人這樣子，所以很多人不想冒那個險去失去駕照的那個險這樣。你講考駕照跟代價很高，會嘛個意思啊？因為這邊就是考駕照的話，不是像台灣，就是你去駕訓班，可能上個課1個月、2個月就可以考了，花的時間要非常長，然後再來就是費用非常的高。我自己是花了7萬多塊台幣考的這張駕照。那如果平常你完全是不會開車的人來這邊考，基本上都是20-30萬台幣跑不掉。20-30萬，太誇張了吧？我搞不懂20-30萬是要上什麼，可以上這麼貴啊？因為這邊天氣跟下雪的關係嘛，還有就是冬天夜間比較長的關係，所以我們很着重在那個雪地駕駛，還有夜間駕駛。那雪地駕駛是最貴的項目，它的花費可能就是台幣要3萬塊上下了。那兄弟條他講的話，就是考試要雪地，那像今天豔陽高照怎麼辦？通常雪地駕駛這個部分都是在一個固定的場地練。那像夏天的話沒有雪，那它就是可能就是地上會潑油，假裝就是要練那個。潑油？對，太荒謬了吧！就是要讓你練那個打滑的，就是你開車感覺對，那個是車子是轉了好幾圈我是忘記了，這真的是轉了好幾圈，這個真的是打滑過一次，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所以當下這個反應，對啊，所以也有學到啦，所以它就是預防勝於治療啊。我們是有小孩的，那小孩出來走在路上，你要給他一個安全的環境啊。那如果大家都是這麼謹慎，開車都是很謹慎的話，那你自己小孩出來再走在路上，你就不會害怕。對啊。實際嘅訓練和觀念嘅指導，本挪威變做全世界交通意外率前大嘅國家。佢哋認為，比起後來後悔通行，唔當之前加強教育和學習。詳細想一下，一種駕駛執照雖然係19萬，唔過啊，駕駛因為安尼，做得換到全民嘅生命安全保障，其實咩當有價值咧。經過彎彎彎彎嘅山路，來到義軍府下咯。Hello，他叫
什么名字？杰明。班杰明。啊，妹妹呢？班拉。Hi. Do you want to say hi? 他们记得会说中文哦，说中文 OK。你要不要跟大家说 hi？ 你好。哎，还有第三个来了，这个叫哪一个最皮啊？应该是大家凑在一起就很皮，就很可怕。他们平常的时间都会在外面，你会让他一直在外面玩。天气好的话，我都会让他们在外面跑，因为他们在幼稚园都习惯了，幼稚园的活动也都是这样子。对，都是往山上跑啊，然后放任式教育嘛，是这样讲吗？对，只要天气好，都让他们随便玩，玩得越脏越好。拖鞋、踩泥巴什么的，抓虫啊，这样你受得了？一开始是有一点不太习惯，对，但是慢慢的已经知道，重点是他们有玩得开心就好。有他敢困记掉，他们现在已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Can we no 不要？看到生意呢，啲户外搞到安歡喜，本然想唔到啊，也下已經按不到7點人咧。高緯度嘅諾維啊，都係熱天，差唔多都唔會有按鋪頭。個個掛啲天燈嘅熱條，每本熱天嘅諾維人，仲係唔會困用嘅。等下先落義軍電影下嘅生意呢講暗安。天光一大早，張婷婷記到貴婦人去行了，到時去參觀Bergen前有名嘅文化遺產咯。不過從我哋來到貝爾根一定會看嘅就係這個，它是世界文化遺產。對，這個是大家都一定會來看的。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過來這邊拍個照，然後其實裡面是更漂亮的。你想去哪裡？他說他想跑去玩了。哦，已經開始到了。好，那去吧，去玩。感覺他們來了。這個是最精彩的部分。你說那個對，是跳上去的。不過從我哋來到貝爾根一定會看嘅就係這個，它是世界文化遺產。對，這個是大家都一定會來看的。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過來這邊拍個照，然後其實裡面是更漂亮的，古色古香的。裡面還有東西？裡面很大哦。那我以為真的只有外面這樣看一看就冇東西誒，好開心可以看到世界文化遺產。對啊。我有個問題就是我看到我感覺很奇怪，為乜解基地開順條，然後那個樹條都沒有 fighted 啊？因為這邊雖然是靠海吹海風，可是這邊的氣候就是跟亞洲不太一樣，這邊在北歐嘛，所以怎麼樣都是比較乾燥的。所以它的木頭都還是維持得還不錯，然後再加上他們也很用心的，每年都是有在維修或者在整修，都檢查這樣子。對，因為是世界遺產嘛。因為我還有看到你看那邊，其實那邊在整修，不過它也是用那個包裝把它包裝很好。對，就是美觀的問題。對。那底部現在是都有開放了嗎？有啊，裡面都可以去看啊。好，那我哋向下來去老生意呢，還有老公都一起。睇下向下去。Let's go。啲爭嘅時節，調定部位嘅細項事情，就做得看出挪威嘅體貼。現代係德國成年人做成立嘅 Bergen，啲工期差唔多有700年咧。雖然假擺度到火燒屋，唔過還係照定沿用長起來。也下看到嘅亞條屋嘅，差唔多係啲18世紀初起嘅。法拉比堡嘅樹嘅做嘅屋，除咗係 Bergen 嘅城市代表，同時咪係挪威最重要嘅世界文化遺產咯。This place, like, most of us would just see how outside looks like, but we wouldn't know, like, inside also there's a lot of heritages. Yeah, there's a lot of secrets in here. Yeah. So to see the outside is not enough. You have to come in and see actually what it's like. Do you also come here when you're a child? Yeah, I think we have been here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eah, too many times. So. But you see the frames and the houses, I feel like they're tilted. They are tilted. It's Over the years, they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tilted because of the wooden structure and the years tear on it, weather and the years. So with the same kind of
wood like they did and the same kind of nails. Everything has to be like it was because it's a UNESCO heritage city or place. So yeah. You have to try your best at preserving it. Yeah. What is this place used to be? A trading center. It was around the year 1000 or 1100. A German company, Hansa company, opened a trade center here and it grew. So Bergen was one of the Hanseatic cities. So there was a lot of trading going on here with fish and mostly fish, I think. Is it because this place was very prosperous? Yeah, it was prosperous and it was at a good location. Because there was a harbor, right? Yeah, harbor in south of Norway and yeah. That's why Bergen was rich, as I have read. Yeah, it was, I'm not sure how rich, but... Generally, they were rich because yeah, there was a lot of trading going on. Yeah. 海上嘅貿易為 Bergen 帶來了當地嘅好風景，本也就北緯60度嘅海港變做中世紀 Scandinavia 地區前發達嘅城市，每本 Bergen 變做挪威重要嘅文化城。故所挪威人總係講 Bergen 人呢有自家嘅風格，唔過對也講法，移居嘅勞工有冇咁樣嘅看法咯。I was wondering because I've heard people talking about how Bergen people are proud of themselve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As a Bergen people, a person. Bergen person. No, I think, what should I say? What's not to be proud of? We are proud, but I don't think we are more proud than others. I think no matter what place you are from, you are proud of your hometown. But maybe it's the way we say it. We are not afraid to speak our minds about it. And maybe our dialect is a bit stronger in a way that it comes out. Maybe in a wrong way, but I think, I don't think we are more proud than others. But I think also we have a lot to be proud of. My wife is Taiwanese and she's proud to be a Taiwanese. Yeah. Yeah. I tried to talk to her and ask if she wants to get the Norwegian citizenship, but no, she wants to be Taiwanese. So, you see, we're not so different. I heard you moved back from Austria to Norway. What was the cause? The cause was her, in a way. We were going to have another baby. That was Bella here. And we decided that we want to move home to have some family around when we are getting more kids. So we decided to go to Norway since it's easier for me to get a job here than in Taiwan. And we already had a house in Norway, so... I think kids is a big factor for what you decide when you have a family. When you get kids, everything changes. Everything changes. Look at her face, Jose. It's a different life.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think about when you get kids. That's the kids. What's best for the kids. 有嘅生意呢，一切都冇咁樣嚟，不用老年嘅法通，面對昂街買東西，變做了老散花。來到雪山之上嘅 Bergen， 當然會看到各個嘅蔬菜，來看海港嘅風景。禮拜已經選嚟離市區千群嘅flo人山，生意呢已經等唔切揭上起嚟。我老已經先坐一趟流浪車，來看 Bergen 嘅景色，等一下再老生意嘅見面咯。平常時就是這樣會踏青踏上來嗎？对，我们平常是都走上来啊。其實好多人都在散步出體，那種健行以外，還有嘛該走得走啊。一般就是我们台湾公園會有的那種遊樂設施、溜滑梯還是什麼的，然後有森林的那個就是遊樂園。我們上來會野餐啊，然後吃冰啊，對。等一下啊，你想去哪裡？你要去哪裡？好，等一下。他說什麼？他說他想跑去玩了。哦，已經快到了。好，那去吧，去玩，你們。感覺他們來了。這個是最精彩的部分。你說那個步嗎？對，是跳上去的。好，跳啦！看到小朋友的太自然地度高，跳上跌落，動作熟練，睇人哋啲順條固定，一啲咧都唔會緊張。當小有人太上來對，也係聽到聲人嘅叫嘅聲，顛倒係表現出快樂嘅笑容。每本元旦有一啲嘅小嘅愛，演到嘅也歡歡喜，唔係想去試一下咧。
对不对？很好玩，对不对？平常我们就是会假日就会上来这里玩。其实平常在幼稚园也是这样子啊。他们感觉都会气嘎地搞呢。家长也不一定有没有在旁边，不一定。平常像我们出来玩的话，就是对家长会在旁边，但是就是让他们自己很放手的让他们去玩。真的是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真的是小孩受伤了你，那受伤了，他们下次就会学怎么样不要让自己受伤啊。就跌倒了就自己爬起来啊，哪个小孩不会跌倒，对不对？弄脏了我是不会在意的，还是衣服破了没有关系，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玩到，就一天是很开心的。然后其实这是一种学习，让他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学习，就学习平衡感啊，学习手背的肌肉啊，就是练习这样子。一开始会挣扎，就会觉得说，天哪，每天都玩得这么脏，然后会不会有细菌啊？就是那种可能台湾家长比较会担心的。那现在就看得很开了，现在已经习惯了。不过像你以前跟时间低腿版，因为我觉得自己我们长大的环境也是那种家长会说哦你什么东西不可以做，或是就被保护得好好的这样子。对自己的小孩要是另外一种教育的模式，这样要怎么调整那个心态啊？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就那时候还没结婚没小孩嘛，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多。来这边之后，虽然看到了不一样的，但是我自己的小孩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这边的教育啊。那他们的教育方式就是这样子，那就跟我在台湾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他们对每个个体都是尊重的。那他们的幼稚园从10个月的宝宝就开始收了，然后是混龄的，最大的会是5岁多。我小女儿去幼稚园的时候，我是前3天是陪她去上的。第一天我就让她感受到什么叫对小孩的尊重。他们准备了午餐，上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的面包，她就拿到我小女儿面前去，她当时才1岁，然后问她说：“你想要吃哪一种？你自己选，你完全是很自由的，你想拿几个就拿几个，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当时就想说，她懂吗？她知道吗？还是对？但是我们的顾虑都太多了，因为这种事就是一种学习。对，他第一次不懂，第2次慢慢，第3次就会懂。那我自己知道我能吃几片，想吃什么，对，就是不是被动的接受而已，就是我有我的意见，我想吃什么就拿什么。两个老奶奶真的很不一样。对生活度落实对大三年嘅尊重，老細年呢看作係獨立嘅13年。唔好因為佢年紀細，就認為佢冇判斷嘅能力。自細鼓勵表達自家嘅意見，本細人嘅自家決定落撇3年嘅互動方式。對нов啲人來講，佢哋唔單唱係細人呢，還卡係最容易社會嘅13年，聽出一本佢哋同樣嘅尊重。他們的學習就是算是非常的慢的，如果跟台灣的教育比起來，可能他們台灣可能幼稚園就開始教數學1+1、2+2，還是已經開始學了，然後上小學就直接寫字了。但是他們這邊的幼稚園就是以生活玩樂為主，然後上小學之後，所有的一切都是緩慢的進行，就是可能3年級以後才會開始學乘法。台灣的小學好像進行的比這邊快太多了，但是我覺得差別是說，這邊這樣子緩慢進行的話，他們自己會去思考，然後我覺得那個學的東西是比較扎實的。那像我兒子的話，他是自己已經先進到乘法的那個，因為他對數學比較有興趣。自學嗎？對，所以他9乘法他是會的，但是他不是像一般小朋友就是全部把它死背起來，他是慢慢的去想。比如說5乘以5，他就是把5加了5次。那很多人就是直接95多少這樣45這樣子，他們就是95試圖反映出來這樣。你如果死背出來是一個填鴨式的教育，但是你讓他自己去想、自己去發揮的話，這是比較扎實。他是自己去找出這個邏輯來學習的，真的是一步一步，然後他知道那個路徑是怎麼到5乘以5可以。對。怡娟講。一開始看到自家嘅細人呢聽唔到台灣嘅進度，難免會唔安心。不過看到佢哋漸漸嘅對自家好，漸漸嘅尋到自家理解嘅方法，每天天嚟了解教育嘅意義，唔係啲短期內圖嘅動作嘅東西，顛倒係啲地度得到快樂，含尋到自家老師嘅互動嘅方式。
安阳嘅生长环境，未带本移居目前嘅改变。那从你以前你是在台北的时候就一定会爬山了吗？还是？没有其实以前就是比较像就是标准的台北女孩子嘛，然后就是出门就是高跟鞋啊、裙子啊，然后背着漂亮的包包，这可能就是我们用来帮病人的机器。然后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身体放松往后靠，对，就完全让机器来带你这样子。你还不会杠钩，就是我的腰或者是哪里需要，因为我现在让他真的是把脚全部放松，对，然后你现在所以我慢慢站起来了。以前就比较像就是标准的台北女孩子嘛，然后就是出门就是高跟鞋啊、裙子啊，然后背着漂亮的包包。现在这些完全放弃，不知道几年都没穿过高跟鞋。真的假的？真的，然后也没有再背过什么漂亮的包包。现在都是妈妈包，对妈妈包啊，不然就是很轻便的那种，对啊，感觉很不容易耶。你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你来到这边之后，天气好，然后带小朋友出去爬山，这是每个家庭都会做的事，算是日常活动啊。放眼望去，其实这才是正常的现象。对。那你有习惯安阳的转变吗？我是觉得自己要去适应那个环境啊，自己要调整自己，然后去适应那个环境。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的话，要再生活下来，其实是还蛮辛苦的，会更难。对啊，所以改变自己，然后去融入这个环境，这个社会，不然感觉大家看你反而更异样，这个人是怎样？对啊。有人是讲，挪威是好太次人人嘅天堂，不过对唔好户外活动嘅人来讲，可能真嘅就会好山好水好无聊。用嘅深度老自家相处嘅方式，係融入挪威輕重要嘅課題。挪威除咗對成人嘅友善之外，對老人家安陽蛋糕，還卡係當到國家學習嘅對象。天光日就來去移居做事嘅安陽機構拜訪。怡君，你安定喺嗰度安陽月嘛？不過安陽，我條下安陽一坤感覺很像那個度假的中心哎。對啊，因為這邊的安養院就是很注重環境，所以老人的環境就是要像他們平常在家一樣，不是一個病房的感覺，它是要像家的感覺這樣子。今日我哋大家看到多了2位朋友，其中係蠻人哦。這位是我的朋友叫若梅，然後這位是他的跳舞的舞伴。就今日其實係移居嘅中寮人，不過剛好又有2個法通，然後我哋就做得看你下養老院，還有其他嘅生活應用誒。不過有一件事董聰優就係其實他們很注重個人的隱私。對。故所可能有動到嘅東西，我哋冇辦法近距離的老本大家看到，不過我哋會盡我們所能。那我哋落去哦。好。喺台灣，元旦係護理人員嘅移居，雖然係30歲人嘅阿妹，不過佢還希望都得繼續發揮專業。除咗啲老人安養機構做看護人之外，還佢3萬學挪威文，準備當地嘅護理人員考試。安養院除咗照顧身體，還會時常安排活動，保持老人家生活嘅興趣，維持快樂嘅身心。是第一次在養老院表演，是我跟怡君先提，然後他覺得說這個構想蠻好的，所以他就跟他主管講，然後主管就說：“那沒有試過可以試試。”我還蠻滿意今天的結果，因為其實老人家你很難去預期他們到底對於肚皮舞這個東西是可不可以接受。對，然後音樂上面我覺得他們也還蠻享受的，所以我覺得整個下來感覺我覺得是非常快樂的，而且氣氛也蠻不錯的。我們安養院就是常常都會辦很多娛樂活動啊，有禱告活動，每週固定1天，然後玩賓果，就是每週固定1天這樣子，所以1週至少就是會有2至3次的活動。安排按度嘅法通對佢就親有幫助嘅地方喺哪邊啊？
就是让他们一天之中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一点点的变化，让他们觉得说他们不是来这里坐牢的，来关起来的。像他们这一辈老人以前就是小时候就是农家生活啊比较多啊，然后家里可能都会有养鸡什么的，老师带着学生，有点像那种台湾的建教合作啦，就是带着他们来练习盖的这个鸡舍，然后就让他们重温一下那个旧梦，然后让他们活动筋骨啊什么的也好。爱等跳下啲底部嘅时间，我有看到，比我想象中的，老人在这里会有的老人，其实身体很卡喜有天数，希望能在家住多久就住多久这样子，但是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了。当他们不能再一个人自己住，或者是说两夫妻一起住的时候，就一定要那个住进来养院。How the system is working for who is available to come in? The elderly people need help. They can contact the community, and there will come a nurse, and she will ask them what they need, and they will need a doctor to write or to say what's their condition, what is their diagnosis, what do they need for help, and then all this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to a group who is of healthcare worker, a doctor, a nurse, and Like a place like this? like a place like this, or can we help them in their own home? 第幾家政府在替中途醫療前面來到運用自家挪威嘅長照制度，做目標嘅需求，本其合適嘅資源協助，就算前面運用自家，咩唔是少為本人搞操，一撒一件，本行通唔偏離嘅老人家，繼續做自家嘅生活方式生活下去。政府人員就喺天數生活好嘅處理，還較重要嘅係維護身體唔偏離以後生存嘅尊嚴。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来搬病人的机器，然后就是让病人比较舒适的移动他的位置。像他们需要换位置的话，或者是从某个定点移到某个定点的话，比较有手背有力的老人可以用这台机器，因为它可以抓住。然后你把脚抬在这上面，這個嗎？对，我通常都会请老人配合说，来身体往前倾，对，然后让我方便扣上来，来手拉好两边 ，OK。然后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身体放松往后靠，对，就完全让机器来带你这样子。不会刚勾，这是我的腰或者是哪里需要，因为我现在让他真的是把脚全部放松。对，然后你现在就是抬起来了。那我现在就是可以把你移动，然后到另外一个位置，或者是到床上都可以。那我们现在要坐下来咯，好，就直接这样子整个开进去。我觉得两个仪器对老人来讲可以是很安心的东西，而且我知道我的这里是被保护着的，然后我也不用担心我自己会摔倒，然后按勇做那条它有一个就是按勇做的宽都在帮助我的这个护理人员，也是很轻松的，而且我觉得会很安心，对工作者的招呼也是哦，对，这很重要，尤其是也是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做得长久。还有一个就是那条它的楼下上厕所没有宽的。其实两个放面纸的梯缝，好简单一个设计。对，就是一个钩子这样子，那老人家可以自己去拿。大家可能想不到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哦，因为你想唔想以他架势冲腿板挨的有两个这个扶手，不过面子还是摆在那边，然后我们真的只要做一件小小的事情，把它移过去，它就方便很多，又方便很多。它可以拉起来，就方便，就是我们脚不方便的老人家，让我们推机器进来的时候，空间比较大，就可以直接帮他推到这个马桶上来坐。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放下来，老人家可以有个支撑。那我们继续推出去，让他就是一个人在这边上厕所，好好的上厕所，让他有隐私。对。利用科技天数照顧，也係利用加拿大天數老人家吃住，也條殺嘅除提減強嘅照顧人員嘅體能負擔，本照顧人員做得保留精神，還較有耐心照顧老人家之外，咩咁慢嘅老人家，某嘅事情對人天數帶來嘅侮辱感。有人講，長照需要嘅唔係動詞嘅理論，係對生活內容嘅觀察，還有對人性尊嚴嘅尊重。
we see the elderly, we feel bad if we put them in nursing In homes. nursing home, yeah. Most of the grown-up in Norway are working. Yeah. And there is nobody at home to take care of the elderly. So they will stay at home on their own. And we think if they come to a nursing home, there will be people around who take care of them. Very many old people in Norway, they just don't want to come to a nursing home because old elderly people want to manage on their own. But when you get so old and sick, you need help. And then when they come to a nursing home, there are nice, kind, usually, nurse who take care of them. And then their relatives who are at work, they can relax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omebody is taking care of them. 我们做的事情是细微到，就像你在照顾你的家人一样，洗澡、擦澡、协助上厕所，一件小事情，比如说帮别人拉窗帘啊，或是戴项链、化妆、擦指甲油、帮我们穿袜子什么，那个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从2种的工作，我就觉得好像感觉就一个护理人员来说，好像不是我应该工作的内容像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护士有做护士的工作，然后剩下的洗澡、擦澡还是什么的，就是喂饭，就是请看护来做。对。然后在这边的话，你不管是助理，你不管是看护，还是你是护士，所有的人都要做一样的事情。这个重点就是在说，你有没有帮到他才是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有帮到他，就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他们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其实说真的，他们好像说进来以后就是第一气嘎可能，就是不好讲。其实他们都知道这边是重点站，对他们进来之后就会一直住到他们走的那一天。Taco pasta。这一定是那个很贵的花店买的，像我们这种务实的妈妈都说，你是不是去超市买的？医生，怎么了？这是什么？他发现要报仇人。其实他们都知道这边是重点站，对他们进来之后就会一直住到他们走的那一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这一层，让他们活得很有尊严，然后让他们觉得这里就是还是一个家。因为真的是隐私的关系，感觉中的老太敢困。不过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你说来一个阿婆的房间，其实这里他真的把它布置的可能跟他家一样，对，他们每个房间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家具，他们会自己带进来，有沙发、有椅子、电视、冰箱，其实他们都可以自己带进来。感觉这里是一个有黏黏的一个地方，还有调好你们那个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訪問安養人，本來想去發現社會嘅理想，要有所作，老有所終，可能就因為也份對人嘅尊重。唔會因為佢年紀細就唔本佢吃住，唔會因為老人家身體唔好就看佢冇。本老人家做得吃菜面對生死，有尊嚴嘅航聽人生親密嘅立場。還有啊，今本日其實係醫院結婚9週年嘅紀念日，盡放一下心情，落去佢嘅屋卡做客咯。我剛剛說這一定是那個很貴的花店買的，像我們這種務實的媽媽都說，你是不是去超市買的？不是啊，那貴死了。We were thinking about, will there be surprises? Surprises? No, not the big surprise. But this is good enough, isn't that? I'm always worried when I'm I buy satisfied with flowers. flowers. She asks, how much does it cost? 然後我都一定強調說，一定要去超市買，超市比較便宜，超務實的。那個艾莎會不會怕蛇？伊莎是嗎？你們平常在家裡就已經會是這樣子陪他們玩了，對不對？對啊，平常如果說他們下課的時候，好，就是比較會在這，然後還有假日的話，可能就是如果天氣很差，就會讓他們來這裡玩。醫生，怎麼了？這是什麼？他發現要報仇人了，這個也是我報仇人了，是不是？醫生，媽媽在這裡。看
米莎，Come。哦，你看看，马上就。你平常跟他们也是就直接讲中文？对我都是尽量跟他们讲中文。那当然有时候他们可能会不太懂，的时候就必须用挪文再跟他们解释一次。但是我都尽量去讲中文啊，对。就目前可以看到，他们现在长大的样子也是快快乐乐的。对啊，对啊。看到怡君一副人嘅互動、表達嘅話、聲音嘅笑聲，真正嘅感受到佢條緊密嘅連結，也很卡可能係結婚9週年先吃得歡喜嘅事。為到也特別嘅意義，怡君要做一種葡式，準備嘅貴族嘅挪威料理來慶祝。怡君嘅好廚藝，對挪威嘅發音程度是有名嘅哦。Are these all Norwegian food, right? It's Norwegian food, yeah. It's normally not a dinner. It's maybe like a lunch or a brunch. Yeah， 所以这不是很正式的晚餐。对，但是就是它就是很挪威，它就是挪威的点心特色这样。Which one do you like the best as a Norwegian? I prefer the salmon sandwich. Okay, so we'll try that one first. And also the shrimp sandwich is good. When you go to Taiwan, we can talk about the food part. He said, we eat crazily. We're crazy for food. You think about food all the time, probably because it's all over. You cannot walk outside the door without running into food carts in the street. 对，因为满街都是食物嘛，不像 7-Eleven 到处都是，然后24小时这样都买得到食物，所以可能台湾就是比较重视吃的文化。那这边的话，其实吃的很简单，然后中餐、早餐一定都是冷食。对啊，因为他们对吃就是有饱就好了。有9年了耶，It's been 9 years since 你应该转变很大吧？就是从对啊，能够变出一桌菜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前我是完全不煮菜的。But do you know what the funny thing is? That when we got married, she was only cooking Chinese food or Asian food, always. And she kind of spoiled me because we lived very close to the hotel where we worked, and there was always delicious food, Asian food. No, when I came home because we were cooking so much, and she was not used to cooking from home. No. That was her grandmom or mom or dad who was cooking all the time. But she actually, she was impressive in the kitchen. I think she learned a lot. Yeah, she changed from the Prada shoes to She changed it for you. I don't have the Prada shoes. 雖然家體講笑嘅，唔過阿妹講出嚟怡君嘅轉變，對第2期嘅奧地利過一擺來到挪威重新開始。講法強遊嘅怡君其實當見愛，唔甘願來到挪威遲早地做家庭主婦，點到現出嚟上網學習，投入職場，地步下老條路之間上網兼顧，對呀，佢咪當感謝老公嘅體諒。農場嘅關係其實也是相對的，就是一方需要幫忙的時候，另一方絕對是毫無保留的會去挺身付出。对，這幾年來是不是很容易啦？當然是越走越輕鬆，可以這麼說。因為剛來的時候，因為很多的問題嘛，語言問題的話就阻擋了我很多的，對啊，要出去做什麼都需要他，那他就要幫我這樣子。那現在來是已經能夠自立自強了，但是很多事情啊，小孩子的事情啊，還是家事啊，都是互相幫忙。像我現在要念書的話，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有進修計劃，對，所以那我們不能2個人同時，那這樣子的話家裡會太負擔太重，這樣就是他就決定要先讓我去做這件事，然後我結束之後再還他，對啊，所以他一直都是很支持、很包容的。It was like about t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at thing and then you gave Ijun the chance. It's not giving the chance. It's a support. It's a support. It's support each other. It's a big responsibility to marry somebody, and especially when she has her family and her friends so far away.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she can do what she wants in a way.
It's important that I have a good life here. 简单就是幸福啦，对啊，每天都是这样过，然后每天就很幸福啊。先出家到按年来，伊卷讲自家妹唔知幾當時係昂還係太淡，唔過老公嘅體貼，三個細兒嘅快樂嘅笑聲，可能就係自家做嘅溫柔減輕行下去嘅原因。可能幸福唔係天錯嘅係點嚟，係幾萬人做嘅分享生活度大雜時刻，分擔生命度大雜挑戰。感謝伊卷幾萬人，本愛喺挪威看到簡單嘅幸福。